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来讲到讲吼，立法院敢是这个头一个啦吼，咱讲到吼，真正是到年底吼，咱的这总预算也未过关啦吼，所以民进党咱讲吼，伫咧12月2日的时阵吼，就把这个总预算抽出来吼，直接来送议头啦吼，但是这个动作引发到在野党强烈的这不满吼，但是咱就回过头来看讲，是安怎民进党有这款的这个动作啦吼，咱就讲到吼，11月29的这个时阵，国民党迄当阵吼看到这个四大公投案，行政院然后讲因是这个行政无中立，用这个理由来讲，我要拒绝来审查到总预算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12月底安尼，咱的预算也袂安尼送出去啦吼，也是讲你若不爱审的话，啊民进党要安怎呢吼？12月2日啦吼，因算过这个日子啦吼。到底吼，这个12月2日吼，咱讲吼上尾啊吼，有咱讲吼，你的预算、你的法案要送出去，嘛是要有一个表决的这个时间表啦吼。所以安尼算的12月2日的时阵，都要紧来把这个总预算甲送出去。但是这个动作吼，就是吼，咱讲吼直接来送字头这个部分吼，引发到咱头拄讲的真侪争议伫咧。但是咱看到讲立法院的这个法制局吼，伊讲合法。但是咧，是毋是符合到这专业的这个吼专业化的这个审查精神吼，也有这个依据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民进党这个四大公投案过关啦吼，就是咱头拄讲的这个时间点啦吼。所以有人咧徛讲，民进党哇，你就是这个啊，咱摕到吼这个四大无同意拢过关，才有这款的这个作为啦吼。另外，咱就讲到其他在野党，咱右路来看，一个一个来看吼。国民党党团总召集人吼徐宏台安尼讲来讲。搁较后慢嘛袂当吼掩盖预算的这个审查权，但是有人都问这个国民党吼啊拒绝审预算的是恁的，啊即阵民进党即摆要这个咱讲吼审预算，但是是用这个方式，嘛有人来做一寡这个批评啦吼，但是这个在野党搁再一届来团结讲吼，呼吁民进党你来撤回提案吼，落实到预算实质的这个审查。另外，咱来看到讲吼，今仔日上新啊吼。12月23，就是今仔下晡，这个立法院院长啦吼，游锡堃，伊就伫咱讲吼，朝野党团协商者吼，咱讲吼做一届，甲咱总预算吼压一下这个日子啦吼，到底安怎子压吼？咱好话咱等下好话来讲。但是咧，民进党党团吼总召集人吼，伊安怎讲？伊讲吼，毋是因为公投过啦吼，才要甲这个预算抽出来。虽然吼有一寡这个咱讲吼争议的这个部分，但是伊讲。身为执政党有义务啦，捍卫这个预算过关。啊，吼本地是拒绝吼朝野来协商吼。啊，咱讲吼，但是这个部分，咱看到讲今仔下晡有出现一寡这个变化啦吼。但是咱讲过去咧吼，伫咧咱讲朝野协商进程吼，民进党党团书记长吼蔡适应伊是有讲到吼，国民党到今拢无提出到半个委员会预算函请这个议会来去做一寡讨论吼。当然。立法院吼，今仔日真正是精彩啦吼，但是咱讲到是安怎精彩咧？精彩这个部分是讲大家拢有有家己的这个意见啊，但是为着总预算，咱讲到吼，可能伫咧明年的这个军公告加薪的这个部分，到底会过无啦吼？这嘛是一个重点，也是讲吼，这个咱讲较未生的人嘛有一寡这个吼咱讲搁吹落去的这个补助，这嘛是一大重点啦吼。所以今仔日下晡咧，可能已经有一个吼新的结果啊，咱等下会好好来讨论啊。但是咱讲到。这个是毋是民主，还是讲是霸凌其他的这个在野党，嘛是咱讲吼在野党直接做批评。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今日邀请四大政党吼代表，拢来到咱的这个现场。第一位，咱们邀请中国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黄祖铁，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第二位，咱们邀请时代力量党团主任罗嘉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非常感谢。再来，我们邀请台湾民众党发言人蔡俊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感谢。再来，我们邀请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嘛是民进党发言人简淑培。大家好。非常感谢啦吼，咱都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立法院伫咧下晡进行这个咱讲吼朝野协商吼，其实吼这个炮火啦吼，真正是不停啦，无咧停的啦吼，所以咱来看到讲，先带大家看什么？民众党。个咱讲吼，民众党时代力量，也个国民党，因的这个讲法下，先做来看。全年度高达2.26兆哈，往年来从来没有进负2读，也违背我们这个委员会的这个中心主义的哈，所以我们希望是不是可以今天大家妥善的来去讨论哈。国民党是最大的在野党，我呼吁院长，你不可以当民进党的立法院院长。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要执行我是吧？没有。各退一步啊。我们要做的应该是要具体的去协商一个，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审查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具体的程序？那时代力量党团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啦，就是说第一个部分就是民进党团，针对这个2022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逕付2读提出复议，让这个预算回归到委员会去进行审查，同时。国民党团承诺会在12月底前完成这个委员会的预算审查程序，一个一个条件，今天大家谈好之后，大家各党团一起来签。是啦先来请教主题啦咱头都有看到讲这个国民党的立委詹明忠伊是讲这个呼吁尤锡坤做卖做民进党的这立法院长，还做这个全国人民的这个立法院长但是某人咧讲国民党伫咧这回先是11月29用到这款的方式来去拒绝审查总预算你安怎看？对，国民党的背甲这届总预算案主要是拄主持人有讲嘛，是因为公投4大公投的时阵那行政院包含做这部会用这个行政的资源不管去看广告啦不管是去宣传等。变成一个无公平，就行政的无中立的问题。所以讲国民党在野党是要抗议这个代志，所以讲阮背甲这个预算的审查。但是呢，我讲的是讲，第一个，即马这个民进党用这个把这个总预算案用这个直接立托的方式来做。第一个，伊违背过去所有的惯例。OK。第二个，你根本法律上嘛说。真大的问题嘛，因为咱根据咱这个中央政府总预算审查定数，这个规定啊是民国40年啊，40年就定出来啊，过去唔捌发生过这个代志。而且咱回过头来讲，就是讲这个时间敢有遮赶紧？我甲大家报告。年底啊呢，无赶紧。是啦，是年底，但是过去真济总预算案的审查完成，拢是伫过当年的1月份。OK。对过去会使，为什么这届袂使？第二个，如果时间袂赴，加开这个议会啊，加开这个会议，嘛会使解决嘛。临时会啦，对啦，临时会是，所以讲这个时间上无赶甲讲你即马一定爱处理什么第二个就讲，这种的这国民党民进党嘛无互交代嘛，就讲点解阮？这个质疑这个行政无中立的问题，4大公投这个代志你无交代，即摆你要怀才业力走。OK。咱是按政治来讲，立法院唔是立法局呢。OK。你行政院安尼做，你是甲立法院当作塑胶呢？是不是？过去我哋讲法律，还是讲咱惯例，拢是安尼做的。你也要安尼做，我感觉这是叫做民主的倒退路啦。OK。你嘛无符合咱的这定数的正义啦。定数正义这是国民党团也是讲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咧呼吁，就讲咱过去真正无这款的这个案例啦直接这个民进党你头都用这个怀才压入走来去形容民进党这回这个作为但是民进党尤其这个行政院长啦伊是讲总预算若是无真正完全审查了。有啥物款这影响譬如讲，这个军公教人员加薪这个4%这个部分，也是幼囡仔这个津贴卖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这个未生人咱讲加要互伊这个补贴，还有这个80亿的这个劳保要拨互人的，可能伫遮咱讲延前今仔我听到的是这话是什么？这个军公教咱讲真正要过年尤其今年过年明年过年搁较早啦所以1月3日就要咱讲真正要围炉但是伫咧进前若是讲12月拢还未甲这个总预算算到位的话，这民进党可能烦恼的是这个部分咱等下再好，我搁请教主题。咱这阵过来请教嘉伦主任头拄仔咱嘛看到讲，你伫咧这立法院调遐协商的这个现场，是2大诉求，建议民进党，建议国民党啦第一个部分就是讲，这回直接送入托，当然伊有这个定数上的这个争议。过去头拄仔这个主题嘛讲到过去无安尼做但是立法院内底伊的这个法制局，伊讲这是合法，但是无符合到专业这个审查这精神。但是你嘛有这个建议要国民党真正日子甲压落去莫阁因为这个定数咱的总预算可能延前掉，你安怎看？其实法制局的讲法到底合法无合法？我是感觉迄较见仁见智的部分啦。OK， 因为伫
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内底，当然伊禁负二读，伊无讲啊，甲因法律案会用禁负二读。啊，毋过立法院除了这法规以外，伊嘛有足侪长期累积起来的惯例，比如讲，一直以来拢是法律案、法律案才有禁负二读的这个可能。OK， 哦，伫议审的部分是从来毋捌发生过。哦啊，所以伫时代力量的立场是，阮知影讲啊，对民进党来讲，伊做一个执政党，伊看到国民党安尼无要排升议审，伫委员会无要排升，啊，伊当然有时间的压力。OK， 啊，毋过你伫不管伫宪政，还是伫民主的即个程序吼，啊，即个咱的建构的过程讲，好，即个遮尔长久以来，哦，安尼所建立起来这五权分立的状况，你嘛无可能讲啊，直接一个2.26兆的议审，就互伊安尼直接送议托，互伊安尼就过。哦，安尼嘛是违反着咱立法委员的职权呐。OK。哦，所以阮今日伫协商的现场，阮就提出讲，啊，咱每一个党团，咱来放弃这个冷冻期1个月的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民进党伊要对，伊为什么要迄个赶紧伫即个拜二提出这个直接送议托的这个提案是，因为有这个伫法院的办法内底有这个冷冻期1个月的代志吼，不管是法律案，还是伫议审吼。因为要避免讲，大家有对一寡有争议的部分吼，大家都继续冤，哦，啊，大家冷静一下，哦，冷静1个月，上侪延到1个月了，你院长才应开始排协商，要来排去议会来去处理，哦，爱1个月，这是法律顶悬规定的，所以若是要算1个月呢，伊民进党伊变做伊为这个拜二开始算哦，伊爱到1月22号 ，OK， 才应开始，迄个院长才应开始落去处理要协商，还是要直接要表决。哦啊，22到过年前28，剩6天，你咧扣掉拜6礼拜。其实才剩4天，我袂记是剩4天啦。OK， 啊4天你也伫规万案的经营下。哦，医生的提案啊，规万案的经营之下，4天你就算讲拢无困，拢无困，你嘛表决袂了。OK， 所以伊民进党伊会安尼做，阮嘛了解。问题是阮无法度接受，阮无法度接受讲伊开即个宪政即个恶例。OK， 所以阮会想讲啊，要安怎来处理即件代志？所以阮就提出讲啊，大家坐落来讲，哦，咱来放弃。啊，就算讲你无要放弃，国民党今日讲伊无要放弃嘛，袂要紧。咱的协商的结论顶悬，大家将时间一个要安怎处理的时间算出来。是。哦，每一个部会伊爱偌济时间来处理，咱也算出来。哦啊，大家伫协商的结论顶悬，哦押名。时间嘛拢也写起哩。是。啊，大家莫反悔，安尼嘛是一个处理的方式。OK。哦，所以这最重要的就是安尼。啊，为什么阮会一直强调讲？过去以来，吼10天来，内底有2件是伫12月完成，完成过当年的议审的审查，有8年拢是1月才3读啊。是，所以你讲伊也是无伫1月是3读的话，哦啊，就变做有一寡钱的无法度开，还是安怎？伫法律上是其实是拢会晓因补救。OK。哦，比如讲，咱遐个军公教加薪，还是咱的幼囡仔的这个钱，其实你只要立法院同意，迄个立法院同意吼，原本袂用的钱，伊嘛应承用。哦。啊，原本你旧年在咧开的钱，比如讲咱的军公教的咱遐的薪水嘛，啊伊的。业务费、业务费吼，伊原本拢会照旧年的来开，哦，等伊3读了才照新的来处理，是，哦，啊，例外是这新的，哦，你只要立法院同意，伊嘛是要先行处理。啊，不过真正上重要的问题就是，立法院2大党无互信，所以才会
变做今日这个局面。啊，不过拄啊安尼看起来，其实今日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啦。是啦吼，咱讲到吼，这个调野协商啦吼，今日下晡这回啦吼，可能会甲咱讲吼，头拄啊这个争议化解掉了吼。但是这个民进党这个部分吼，小党伫遮，迄当阵表决时阵，民进党动员的人数嘛是真济啦。啊，当然，迄天国民党看起来人数是较少的，但是咱头拄讲到，时代力量和这个民众党拢想要好好来审查啦吼，袂当掩盖吼其他小党的这个咱讲吼审查权，你安尼看？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因为阮是小党，阮5个立委是真认真咧审查这个议程啊。你若有排，阮就较认真入去审。阮家己嘛有交通的调委。所以，阮咧排审这方面嘛是足认真咧处理，嘛是伫进前的甲一寡议程案拢已经处理好啊。那个国民党甲民进党，因为民进党原本的理由是讲，因为国民党因为公投的关系，拢无愿意去排审，所以互这个议程无法度去伫个一个年底审查了，所以因较要用安尼的方式去处理。样个毋是讲国民党无审了呢，民进党嘛有招委。迄陈明文委员，伊的议程嘛无审了，所以讲，因为伊安尼，这个理由确实是无足好啦。是技术审还是无审了？有排在审，样个还未审了，所以等于讲国民党是无排审嘛，甲国民党无共。我是讲，样个伊的理由就是讲，因为国民党无要去审的关系，样个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有无审了的部分嘛。啊，阮民众党就是阮甲时代力量共款啊，咱会使审，阮就去审嘛。啊，如果安排上，阮就做伙去处理。所以对小党来讲是真无奈啦。OK。因为阮投票投袂赢，样个阮嘛要审就真认真审。你若讲要加班，啊，就大家来加班啊。因为像头拄讲的。每一档的议程拢是拖到这议程会期了，佮研会也是临时会方式去审查。啊，对于民众党来讲，我是希望讲啦，尽量啦，伫个议程会期会使审了，就审了，莫佮去拖到后壁的时间。因为迄是法定的时间，你一直透过其他的方式去演，其实对立委的职权来讲是较无遮尊重啊。咱若上班时间，大家认真来审，大家莫因为一寡政治的理由、政治的选择，去处理这个议程。这对我讲对国家来讲，确实真正的好噶。OK， 我会记得迄个时代力量吼，迄当阵这个讲法啦吼，就是讲吼，你讲让这个行政无中立吼，嘛是爱回归到咱讲吼立法院来去做一寡这个审查，唔是讲你催话，也是开一个记者会吼，安尼就准拄煞啦吼。你讲立法院也是有立法院的这个吼集权伫咧，各位每一个这个委员也是当登去到这个委员会好好啊来将这个行政无中立这所在吼。做一届来做检视啦吼，但是这个民进党是毋是违反过去家己吼讲的这个委员会中心的这个部分吼？咱看到讲总预算，也是讲其他的这法案，其实拢有一定的这个审查的流程。但是即阵这个争议就是讲委员会审查中心无去啊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吼是大家较犹豫的吼。咱先来个请教吼苏培议员啦吼。委员会中心这个主意是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咧提倡的但是这回恁先讲到11月29的时阵国民党拒绝审查总预算才有这款的这个作为你安怎回应？我身为议员，我嘛今嘛家己伫咧审预算啦这个委员会主义，这不管是伫咧议会还是伫咧立法院拢是不过这一届的这个最大的争议是讲。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委员会的招委，国民党的招委，伊讲伊要审什么议程？你要审么议程的时阵，头有讲到有这个冷冻期1个月，所以你变讲伫咧12月28，咱若无甲议程审了，咱就有1个月的冷冻期，1个月的冷冻期一拖落去，变到拖到元月28号。咱知影咱新的立法院的任期。什么时候开始？2月1号，2月初1就开始啊。新的会期开始，伊无法度继续审议程，因为议程是顶一会期就应该审了的。对，所以你变新的会期的时阵，爱先开始创啥？先开始总结顺。OK。总结顺，我签落去了，签到当时，签到明年4月去啊。OK。所以咱头拄仔讲的这个议程，有一个可能，就是讲，对，你拢会使通知。预算审查只是一个程序而已，你拢先当，这安尼刚好尊重立法院委员，立法院还未甲议程审了，行政院就拢开始动之去啊 ，OK， 对不？安尼刚好尊重委员，尊重立法院，敢无嘛？所以这马就变讲是真尴尬的代志。过去民进党嘛做过小党，
嘛是伫个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阵，捌做过小党，嘛捌做过交委。我嘛是信啊，我袂因为我甲你伫个政治顶悬的斗争、的竞争，我就讲我伫个委员会我歹信。我感觉这是对伊家己的职权无负责任的一个代志哦。所以我感觉这是国民党伫个这个代志顶悬，伊毋是干那无尊重其他小党，伊无尊重伊家己做一个立法委员伊的职权。OK， 好。那民进党为什么爱用这个正负二读？今仔日他拄啊，这个开会了后啦，吼，柯总召就讲啊啦，吼，就是讲我们现在会回到委员会去做审查，吼。所以你看正负二读是不是一个程序？一个程序，甲你正负二读了后，逼你国民党爱出来讲嘛，因为你国民党你不爱讲啊，我就开一个记者会了，我就拢不爱审查啊，规。当他都要讲啊，2条我的医生啊，然后你公孙笑嘛。你一个国民党因为公投失败，你讲袂赢人投票投袂赢人，无法度说服全台湾的人民之后，我预算整个都不审了。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开玩笑，而且加上有时间有程序的压力，你家己做过执政党的人，你绝对比其他的人更较知影。结果你安尼算，这就是足无尊重人的嘛。另外我要讲的。国民党有信无？他拄啊，这个民众党的召集人讲，民众党的这个发言人讲啊，民进党家己预算也没审完，预算排没有审完，跟不排预算审查，迄是2件代志。预算排不审完，我甲你讲，阮即马有委员会，啊，搁伫咧审吗？有的人开20届的会，嘛啊，搁伫开啊，为什么？因为委员真认真啊，一条一条拢甲你讨论啊，一字拢爱定。啊，有的就感觉讲啊，这无要紧，我拢支持，我就互你困。OK。所以这每一个议员每一个委员尊重自己的职权，拿出自己的方式去问政、去质询、去监督政府，这个是各凭本事的。但你没有排，就绝对跟认真的审是不一样。OK。无审跟认真审无了，迄是2款代志。OK。我要讲的，国民党伫个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一个召集人是这个。叶玉兰，叶玉兰伫个公投之前啊，有1礼拜，咱拢知影，立法院啊审查会，委员会的审查会1礼拜是3届，是，是拜1、拜3甲拜4，因为拜2甲拜5就是大会，就是一次会。是，你知叶玉兰伫个12月初6拜一个这个行政。必须要中立，公投政治侦办争议，帮这个中2选区找这个中检来开会啦，讲这个对于这个中2选区这个查会的部分，是不是中检查得太严格？开一个公听会。12月8号，从核四安全谈揭弊保护制度，要落实联能政府的行政中立，开一个公听会。12月初9，用网军乱台及名嘴办案的国安危机讨论高嘉瑜委员的家暴案。OK， 这较重要，还是预算较重要？我要让大家小去思考一下。比评一下，因为你伫个下半年都是预算会期，委员会上重要的任务就是甲预算审好了。结果你用你的时间去讨论新闻的议题，去讨论高嘉瑜委员的家暴案，结果你不爱等来审查预算，甲时间要拄到啊，我们只好用我们可有的行政程序 ，OK， 让最大的在野党出来谈。也许两个这个比较小的小党会觉得自己受委屈，可是这在程序上面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国民党愿意出来。我们政党协商，把接下来的定数大家来讲好清楚，紧互医生按过，进党的。竞争袂当摕人民的医生来干生产。OK， 今日挂这个总调集人伊嘛有讲到吼，伊讲吼，这个是民进党吼摕咱讲吼直接送字图这个部分。当然吼，头拄仔这个苏培议员嘛有讲吼，这是一种这个艺术的这个共同目的，是要逼吼其他的党来去做一寡这个审查啦吼。过去咱嘛讲到吼，11月29的时阵，国民党无要审，另外咧，公投案过关吼，民进党杀出来吼，但是瓜总调集人伊嘛讲到一个大重点，伊讲吼，唔是因为公投案大赢了后，才要来去送这个物件吼，伊讲执政党嘛是有责任吼，咱先做来听。讲的，并不是我们公投赢我们才投入金额度，我们是执政党，我们都非常了解，我们有义务来捍卫整个预算的法案的顺利通过。那这公投前完全不审嘛？
即便下礼拜如期出委员会的时候，还要再安排财政委员会再安排一个做审查报告及会诊。这样一搞完的话，这出委员会搞完的话，要1月5号以后的事情。接下来咱讲到吼，这个瓜总调集人，伊嘛讲吼，执政党有诶责任吼，安尼继续咱去请教主题委员吼，咱来讲到吼，头拄啊，这个3个吼，这个小党嘛回应吼，民进党嘛回应，你安怎看？在野党嘛有在野党的责任嘛。OK。啊，坦白讲，审查议程吼，这是所有立法委员的义务，嘛是责任啦吼。大家拢知影议程真重要，但是民主的定数嘛真重要嘛。所以讲，如果讲这个民进党啊认为讲啊，这个国民党吼要用这个杯葛这个议程的这方法无好，你会使来协商嘛，你会使针对阮提出来公道，认为行政无中立的问题，你会使来协商，会使来沟通，来做一寡反应。啊，你一个啊，你就甲这个啥违背咱这议程法的规定，吼，你就要甲这个案抽出来，按委员会抽出来，直接送去议会，要直接来立读。所以讲这无法度接受嘛。OK， 但是头拄啊，这个苏培议员讲吼，这是一种艺术的讲法，即阵嘛是爱透过吼，咱瓜总调集人吼，伊嘛有讲着吼，即阵就该退登去这个委员会来去这个吼，咱讲复议啦吼，你安怎看？是啦，当然啦，我认为啦，其实咱来这进程，我感觉看今仔日协调迄个过程，我就知影大概按这个方向来行啦。所以这种手段，安尼想压霸嘛，我感觉安尼做吼，民意的这个反弹的真大啦吼，所以讲我认为。就当然上后尾可能有这款结果啦吼，但是我讲就是讲，这个定数的正义真重要。我譬如讲啦，你也去看美国参众两院呐，第迄个比决这个议程啊，嘛最严重的啦，嘛最对立的。但是啊呐，袂有人讲啊，对，你因为你安尼，这搞我这个议程吼，搞我动啊，所以讲咧，咱就买信，也是讲咱直接委员会拢线，拢无准算，袂安尼嘛，吼，总是有一个过程嘛。啊，过来讲，坦白讲，你讲吼，这拄啊来宾嘛讲啊，你也根据这个议算法的这个规定吼，就算讲咱这个议程吼，总议程无伫时间内审查完，但是你旧的计划，包括公务人员的薪水，包括旧的迄个啥继续性的计划，拢未定达，嘛是继续拢有钱。主要是啦，新兴计划、新的计划啦，会受到影响。啊，这实在话。啊，但是说坦白讲，啊，就是因为有这个问题想要解决。啊，民进党对啊，面对阮这个公道、这个行政无中立的代志，完全无要。OK， 咱搁先请这个苏培议员来讲行政无中立这个部分啊，你安怎回应？我唔知影伊伫咧讲的行政无中立是啥物啊？因为你提出公投，这咱之前拢讲过啊嘛吼。公投提出反方是谁？啊，就是行政机关嘛，啊，你行政机关你无出来讲好清楚，啊，无要安怎处理？而且第二个，就是讲你针对公投内底，你若是讲一个行政机关，你感觉伊有问题，你伫咧伊感觉伊这个过程当中有超过伊公务人员应该爱做的代志，我感觉你应该用一个专案报告去讨论这个代志，唔是去当讲我买审议算，这是两款代志。议算是全台湾人民伫咧用的，唔是干那互国民党，也是干那互民进党用的。啊，结果你把预算砍掉，吼！我讲，他拄仔讲的，伫咧美国啊，你知美国依照伊的预算法，你若伫咧期间内无审了，会发生啥物代志？大家敢知影？政府关门呢？对啊，政府就直接关门关起来，我甲你服务，因为我预算无过，我尊重立法机关。台湾的预算法其实一直去互人诟病，就是讲，你这样的没有过去，民进党嘛曾经讲过。这预算法敢若无够尊重立法，吼，就是讲我还未审完的议程，结果你就甲通过啊，吼，你就开始用啊，安尼我伫咧心想，对不？啊，所以就因为安尼，因为我们的预算法有这样子的一个方便之门，啊，国民党过去做过执政党，就知影讲啊，安尼无要紧啦，我就继续安尼先互伊过，我就歪信嘛，先互伊过嘛，反正薪水会发出来，公务人员袂抗议，安尼就好啊。啊，不过你其他的新兴计划咧？新兴计划会当讲，你撑到4月才开始吗？不要开玩笑了。OK。民进党是起码是过半数的在执政党。吼，阮若是继续安尼，互国民党算无负责任对全台湾人民，咱嘛甲你当，我甲你讲，我伫咧基层，足侪人拢甲我问啊，恁民进党依照阿扁啊执政的时阵，讲恁小党无法度啊，
啊，恁即马是大党的时阵，是安那个互国民党安尼拖去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今仔日柯总召拥有这个部署，是逼国民党出来谈。伊唔是真正要把这个预算直接进覆二读，跳过所有的委员，跳过所有的委员会。OK。所以今仔日有这个协调了后，这个预算可以回到委员会。我嘛拜托国民党，啊，还有所有的委员认真心 ，OK， 拍拼心。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现主席咱讲啊，经过协调啦吼，咱讲这个部署，民进党伫咧立法院啦吼，咱讲专案要来直接交付这个议托吼，这是一种手段啊。后来啦吼，咱讲今日经过这条约协商了后，就会使搁登去委员会来去审嘛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争议点是过去11月29，国民党无要审，啊用的理由是讲你行政无中立，啊但是咧行政无中立到底是对什么？头拄啊苏培议员嘛有讲到，行政无中立，啊作为咱讲吼公投的这个反方，行政院爱有立场啦吼，先做来看。国民党团总召费鸿泰提出12个广告批评行政院看美国美低共款安全违反行政中立，轻信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违法犯纪，行政不中立，用公帑去做反方的，我们拒绝审查中央政府明年度的总预算，就从此刻开始，一直到苏贞昌正面回应，向全民道歉为止。这话一出，伫国民党团担任调会的委员会就发生连锁效应。今天审查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很希望继续审。民进党伫会表达不满，暗过议会宣布停止，也无法度继续审查预算。民进党团批评国民党团只是为了要审查预算找理由，不要为了一个所谓你自己个人认为的行政不中立的广告，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呢，然后赔上将近上兆以上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实在是划不来。行政院都是访方，是当事人，不是局外人，所以行政院基于访方当事人，在各种的层面，透过各种的管道去向人民报告说明行政院访方的立场跟理由，这个没有违反行政中立法的问题。行政强调，行政依法是公投案的反方当事人，本来就责任向大家报告政府无同意写公投案的立场甲政策，绝对无行政无中立。记者综合报道。然后伫头拄啊，这个新闻影片内底无的吼，是你若是有去上这个网站吼，咱讲吼国会频道，也是讲吼立法院这个随选的这个咱讲 video 内底，你当去点吼，11月29吼，差不多10点的这时阵，过去咱看到讲调集人是好好来审查预算哦，但是可能有接到这个党团的压力，亲像我看到的是这咱讲吼这个交通委员会吼，陈雪生吼做调集人吼，调集委员吼。爱人阵本地也搁咧审预算的，但是可能接到一通电话了后，伊就徛起来发讲，哇，即阵我接到党团的这个电话讲无爱审嘛吼，但是无爱审，尾手就引发着真侪这个争议吼。但是这回咱回过来看，安尼一个月时间吼，自公投到即阵吼，国民党即阵到底立场是啥物？坦白讲，会使好发性，当然嘛想要好发性，对，这就不得力，高不离中的嘛，对。拄啊，这个检议员特别咧问讲，到底是倒一个无中立？其实咱讨论足久啊，我就甲讲拄啊，咱迄画面拄啊，你互掠着。我坦白讲，你啊，这个政务官，你也要做这个公投的说明，尊重会使，这无反对。但是你袂使用公家的资源，摕公家的钱去做广告，做的广告佫挖乌，讲国民党反美猪。反美猪结果咱公投案是安那？是反莱猪，唔是反美猪这不是咧挖乌，给互迄个啥给假讯息吗？所以讲这代志，我认为真大条啦。所以讲党团嘛认为真大条。所以讲主持人拄仔讲迄个阮几啊走位接到党团对啦，这党团的决定啦。所以讲你希望讲咱几啊委员会国民党有担任这个走位就爱停止审查。但是伫迄个审查的时阵，就讲我要排入去，咱讲公投这个行政无中立的这个部分，不是开记者会的方式。对，无啦，你讲用这个审查哈。是啦，各种方式啦拢会使啦只是讲坦白讲，因为这个方式，坦白讲一定会互民进党感觉较头大嘛因为预算对吧？执政党一定
一定爱这个维护伊的这个预算来过关嘛，所以讲对伊有压力，对，所以讲国民党要求的讲，你譬如讲你爱道歉，譬如讲你爱出来承认，譬如讲你以后你爱禁止有这款行为等嘛，你什么拢无爱做，对吧？即摆要讲你国民党有啥物用这款方式，这种做歹的方式来做这个杯葛。问题是看过去民进党安怎做的，民进党安怎伫这个立法院相拍啦，弄倒椅啊，弄倒甲门关起来锁起来啦。当然咱袂当唔过回过的讲，所以讲我讲拒审过预算免两种标准民进党没有拒审过预算知影有责任嘛，阮该做的做，阮面对民意。如果阮若坦白讲安尼的方式做了无好，民意反对，阮以后会选了做歹的嘛。民意吼，对啊，但是你为着未来这个行政中立的问题，未来台湾民主的发展，而且你即个用这个方式，唔是更加正义啊，更加无令互人无法度接受的方式是啦，就是讲这个直接送字托到底有争议也无争议？过去有人讲是法条送直接字托是较无争议，但是总预算你安尼直接送字托，但是咱看到上新的发展就是讲已经个退回委员会啊咱讲这个民进党总调集团郭建明，伊是用这步来逼讲可能有这个政党继续来去做一寡实质的这个审查啦另外咱来看到讲这个争议各界这个反应是啥咱先来看到讲这个公民监督联盟执行长张宏林是讲啥？这个直接交付字托啦无代表讲是无要审预算，效能的话啦有好有歹，拢总有观点若是变做是拿力一边讲一话啦这个先例一开，后摆可能就是有一寡咱讲病尾伫咧啦国民党立委是讲人民监督政府预算权力会当被糟蹋霸凌到这个地步，敢是安尼咧？立法院院长啦尤锡坤也是委员会这个委员，竟然无讲半句话啦国会议长是会当安尼做咱来看来讲时代力量区委员，伊讲委员会摆拢免审郭建明伊讲家己做是老兵老兵就会当安尼黑白做嘛？咱继续请教嘉伦这个主任啦咱头看讲这个国民党、民进党拢有家己这个讲法但是预算总是爱过，总是爱审的但是咱讲行政无定力，我头先嘛讲到你的这个立场应该是讲等来到立法院好好讲，毋是干一场记者会讲来准拄煞。是因为你讲行政无中立这件代志阮嘛是一直咧观察讲咱到底是咱遮个机关伊开钱，伊开去贷，伊是委托互啥去定遮个公告。是伫过去我要回应先回应咱简书培议员讲的，讲行政机关为着咱公道来去辩护是伊的职权。毋过咱看到2018年的时阵，遐个公道案其实行政院是无声音的。比如讲咱冬奥要台湾证明入去参加冬奥的这个提案，行政院无声音。咱的同婚，咱遮的同婚合法的，咱遮的合宪的遮的提案，伊嘛无讲话。可能伊食着假死啊。对，所以这物件我感觉。到底你宣传的钱，你安怎用了？是要安怎宣传？是，这其实是爱小可准则的嘿，有影。所以，毋过，阮要是反对讲用这个把无要审预算这个方式来去做这个回购的动作，这个动作啦。因为你咱时代力量一直在讲一件代志预算会期是。原本是为9月到12月，毋过真正开伊的时阵，拢已经要10月啊。是10、11、12，你剩3个月。3个月你法律上都规定，你11月中、11月2、5的进前，你公务机关的预算爱送来到议会，从来毋捌达成过。OK。所以为什么会拢变做计当遮咧三托？因为你9月到10月基本上拢无开会嘛。是。所以阮就意讲，为着要避免这个状况，咱9月应该9月1号法定的开议的日期，是。咱就紧伫迄时阵就开始开会啊。你才袂后壁预算咧审袂了，得审啊计当去。你审啊1月才3托。1月公务人员毋免摕薪水吗？因是当个月摕当迄个
动高位发动高位薪水的呢，所以你要是赶快先开钱啊。OK， 系啊，这是阮的做定。头拄啊，亲像这个苏培议员所讲的吼，若是要先动用钱啊，其实嘛是要尊重这立法委员的这个职权，吼，就是讲啊，唔是讲哇，这个预算安尼落去，也是讲行政院有新的这物件，你会使先动用。啊，这是职权上吼，嘛是要尊重立法院啊。继续搁请教准委啦吼，咱头拄啊讲到啦吼。这个民众党则嘛讲啦吼，这个若是这个例啦吼，这个行政院所有的这个预算，拢会当遵照这个方式，立法院变做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啦吼，你安怎看？因为你若讲议托了，啊，落去表决，啊，对小党来讲，因为阮表决就表输嘛，所以若大党时间敲好啊，要安怎表决2条的预算，你若入去甲议托啊啦。你唔管是主案表决还是包裹式表决，对小党来讲就不利啦。而且你若直接赠送二读的过程当中，你过去委员会审了，遐达成的决议拢无效啊。但是头拄啊，这个议员所讲的，伊即阵变做一个手段，即阵也是我知，伊是讲对因即摆来讲是一个手段，头拄协商已经有结果啊。因为大家拢各退一步，讲登去委员会来审查了后。国民党的委员做交委，紧甲日子也好势啊吼。哎，确实的日子是讲30号爱审好了啊，就是到今年年底之前爱紧审的。是。啊，有法度互咱明年的时阵会使去看是要延会，还是要开临时会，紧甲这议程去做通过啊。因为对小党来讲，因为国民两党，你若一届，你若对一寡议题无合恁家己的愿，啊，就立法院就开始比稿啦，不管是相拍还是动门啦，还是去。也一寡物件，互规个议程无都去进行，会拢会去牵着后壁才行程啊。这对小党佮对足侪人来讲是足无公平一件代志，因为对民众党的立委来讲，只要领一天的薪水，因拢会足认真去审查，逐工8点外，因8点会使登记嘛。啊，你要审查委员会，大家嘛拢8点就乖乖去登记，逐工看行程要安怎做，安怎做。有啦，我有看到这个区新院委员吼，伊就伫这个面册打讲吼。拒绝做哈，咱讲薪水的这个插头啦吼，有影这是这个立法委员的这个吼职权，甲伊的这个责任点。对小党来讲，就是认真审，这是对阮选民的负责啊。因为阮选民就是要求阮爱认真去审查，认真互这法案预算，这认真去审查，这才是对台湾人民的做负责，嘛是对家己选票的负责。OK， 有影啦吼，所以咱头先嘛讲到吼，针对这回总预算的这个过关吼，有人嘛讲。到底是不是因为公投4大无同意，这民进党全过关，所以民进党啥物拢唔惊？讲的人像游盈隆当署长啊，伊讲吼，这个公投的遗憾吼，可能民进党是吼判断错误吼，执政党啥物拢唔惊。继续请教议员，感谢呢。我唔知影游盈隆游老师讲的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公投甲审预算这是完全2项无同款的代志，因为时间就是限制，就是伫咧遐，你伫咧12月28无审了。冷冻期1个月了后，你就一拖就拖到4月啊！安尼，民进党敢会唔惊？民进党是真惊这个代志发生啦吼。所以这个预算，这个议事的攻防手法，进赴2读，逼国民党出来政党协商，这嘛是一种方式。所以跟尤老师讲的，我感觉我无啥了解伊所讲的这个艺术伫咧倒位啦吼。那我头讲的就是讲。这个民众党的立委讲，这个党团讲因的立委拢真认真，民进党的立委嘛拢真认真啊。因拄迄个冬至迄一天，都开始排班，伫咧立法院门口，伫咧议事厅门口，伫咧为了议事能够进行，能够顺利，不让国民党去霸占主席台，让所有的院会不能执行。因逐工几乎拢有人困在遐呢。那毋是要为了互定数搁较顺利，民进党是一个执政党，那像头拄啊，这个叶发言人所讲的哦，我们就是欢查抓你走，阮就大党，我就不爱插你，我就甲你过关啊。我讲阮的委员哪就爱遐尔辛苦去做这个，哦，这是黄子哲讲的啦，是，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边仔拢是委员，阮嘛真认真伫咧审这个议算，包含阮伫咧做召集人，阮的委员会嘛真认真伫咧排所有的预算案伫咧做审查。即马突然的，干那一个政党，就是国民党。国民党就歪信，就因为公投的原因，你头讲的这个公投的这个行政机关，你感觉讲伊用这个公务预算去登广告，然后不合时宜，或者不应该这么做？当伫咧议程做处理无？你看多一个机关啊？
你未来你就甲问，你这个预算伫倒一个业务单位向下，我甲你删掉啊！你有安尼做无？你无安尼做啊？你讲我甲你不爱信，你甲我抗议，你爱甲我写信的，我就要信。我感觉这是什么道理？你委员你就应该要认真。如果你觉得这笔预算放在这边执行不够恰当，像以前这个我伫个去年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台北市政府啊，很多的预算啊，明明是教育局爱开的预算啊，结果去互这个光传局摕去用，因为市政府就同意互伊摕去用，就去看公告。我就感觉这我无同意，所以我伫个预算审查的时阵，我用附带决议，所有的业务费都不可以挪用。OK， 这就是我议员我当做。国民党的立委那是感觉讲，阮伫个这个公投的过程当中运用的这个预算，所有的广告不合宜，你甲拆出来嘛 ？OK， 你甲下一个但书，下一个附带决议，讲你未来袂当安尼。我甲你讲，无任何一个行政机关后一届国敢安尼，所以我感觉这是国民党失职的所在。是，所以咱总讲一句啦吼，咱看到讲就这定书上，大家拢有争议讲哇，到底这是不是咱讲过去吼 X 法吼有这个半分钟这款的这个争议的这个事件吼，咱搁请到主题啦吼。这个半分钟这个部分 ，X 法迄当阵佫引发到这个318的这个太阳花日头花运动啦吼。但是这个咱讲苏培议员伊讲的，这是一种艺术的攻防，为着是要互这个总预算过关。但是我嘛知影这个国民党嘛提出就讲，内底有20亿的这个大内宣的这个宣传，恁的部分，恁的议论，恁的 concern 是啥物？是啦，我坦白讲如果迄当时国民党伫质疑讲你用这个行政的资源都国家的钱，你做公道的宣传，迄时阵，如果民进党政府会使较谦卑的出来譬如讲表达这唔对，未来安尼做啥？我感觉这个代志被到行到这个时阵啦行到这个程度就是讲用这个预算的配合来做 ，OK， 做反应啦对。拄啊，民进党的朋友嘛讲阮这只是手段啦，其实阮唔是安尼做，这就对啊，这就反映讲其实这个手段伊的本质是唔对的嘛，伊嘛知影讲，安尼做可能的对这个审查预算对这个立法院无尊重啦，但是尾嘛是成功啊呢。成功，无要紧啦，因为后头各位迄个啥立法院各位委员会各位审查这个，对了，各位公方各位审查这个预算嘛所以讲确实有影就讲大家一个感觉啦民进党认为讲这4大公投赢嘛，赢了后手哇，足侪议题就出来了你包含咱讲预算，你要以外个啥物，迄个新德市甲新德关要合并，是阮拜有讨论过，马上就出来了，伊无甲你客气的啦，所以你就看到这民进党恶质啦，阿爸的本质啦，讲实在，阮坦白讲因为民进党过半嘛，坦白讲，伊若要甲法案通过啥坦白讲，伊是有迄个实力啦，这讲实在，但是包括小党，包括国民党。我嘛是爱坚持这民主的价值啦，你总袂使讲你安尼怀才立造，安尼就要甲通过啥物？我想，莫讲在野党无法度接受啊，人民嘛无法度接受嘛。你讲拄啊讲迄个半分钟，确实有影。你立法坦白讲啦，迄阵半分钟你也照迄个议事程序定数来行，无318，无违法啦，是无违法，但是。争议伤大，你要互人民反感嘛？同款嘛，你后壁半分钟，我会结果一例一休，民进党迄阵走的嘛是啊，我会加半分钟啦，可能1分钟敢若迄时阵有即个代志，我意思是讲，你若做这个代志坦白讲，就算讲啦，就算讲这伊无违背这预算法，但是你互人民的迄个观感，还是民意的这个反噬，我感觉会真大啦。OK， 到底人民是安怎看咱讲这个民意的这个检视确实是可能有一寡这个咱讲效果，也是讲有检视检查这个执政党伊的这个做法的这个部分但是大家嘛是会看讲每一个政党伫咧这个代志安怎来去实践来去做啦就是讲11月29你讲这个行政院行政无中立到尾手1个月来咱嘛讲到12月18，咱讲到公投案这个选举结果出现啦但是咱嘛讲到过去咧讨论过。迄当阵国民党民调也是悬的，针对这4大公投案这个议题啦到尾手会行到这个步啦国民党来即阵安怎整合到家己内部的这个整个的思维咧？坦白讲啦这公投4大公投，因为国民党是发4个动议嘛，这4个公投无假，无假就是无假，代表国民党有反省、检讨的所在啦。就是讲为什么民意还是讲民调，其实几个案
除了核四啊、甲争议以外，其实几啊案大部分的民意，我看是同意的啦。OK。啊，但是你无法度把因的票吹出来。就讲因虽然讲同意，但是无伊迄个动力无够，无去代表是公投的意涵，大家人民也是认同国民党的，所以那讲到这个民进党是讲哇，这个四大公投案因就招赢呢。啊，所以讲这就是解读的无共嘛。哦，对，因为伊方面讲，啊你无给我赢啊，所以讲伊就认为讲，后边议题我会使马上搁出来，对不对？啊，但是我就讲，如果即马搁做民调啦，我认为内底四大公投几啊议题吼，我认为同意也是大过无同意。但是在即个游戏规则的进行之下，即马公投这个制度之下，要真正要合格太困难嘛啦。啊，但是我讲失败就失败，无啥物好咯，好少讲。阮爱反省，就讲为什么迄个落差遮大？吼，啊是毋是咱阮做了，阮的宣传啊，阮的动员啊，无够力，做了无好。爱检讨啦，吼！啊，但是你也讲要解读讲，吼，解释讲，哇，民进党大赢，即马民意拢徛我这边，所以讲我即马啥物拢在做，我感觉吼，这想济啦。OK， 咱继续搁请教嘉伦主任啦，吼，咱头拄有讲到吼，到底人民安怎看啦？吼，你讲即阵吼，这个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吼，拢是50帮安尼吼，讲一个啦吼，两个拢有4甲7啦吼，你安怎看？其实。咱讲即件的即个状况啦，我感觉阮伊咧讲吼，即个状况就是两个大党吼，感觉恶斗的一个结果啦。啊，一个无爱审查议算，啊，另外一个就讲，就提出一个违反咱宪制原则的一个做法。啊，虽然讲伊会用讲啊，伊为着要逼国民党出来讲嘛，啊，毋过你若是硬拄落咧，阮咧想的是。那即个直接送伊托即件代志，个一个运动出现会无？是无应该袂有即个问题啦，因为这甲中央政府的预算吼，甲咱迄时服贸这甲中共吼中国要安怎交流吼，啊要安怎贸易合作，这是一个对咱足无客气的国家。吼啊，咱要去安尼以也挖过吼，啊当然大家会。想讲啊，你这政府到底咧创啊 ？OK。啊，预算这个物件是伊就是爱开，政府要运作的一定爱开钱嘛。只是讲开的钱有合理无合理，咱一定是透过这个审查，哦，咱严格来审查来去看，你做这计划，真正是有需要还是无需要？所以咱讲到开咱的纳税人的钱，还是安怎？旧有的已经有的预算会当照安尼来领啦吼，但是新的吼，亲像讲加薪水的这部分，民意安怎看？民意安怎看？你讲加薪的部分嘛，我感觉就是讲一个月延前掉咧。等来讲，咱也注意预算法第54条来讲啦，伊新的部分只要立法院先同意，哦，咱。开一个会，议会开一个会，先要同意好过，伊要是会开。OK。好啊，只是讲，这个情形是尽量卖互伊发生啦。关啊，不过你其实你预算吼处理预到1月底才处理了，咱逐档拢1月底才处理了。OK。因嘛是共款爱先开，所以我会感觉讲，你要尽量咱开迄个。第二个每一档的第二个会期吼，咱开议的时间应该拢啊提早吼，这是咱讲吼实际吼自咱讲吼开会日子啦吼，但是咱回顾这一档来，因为这个内地的这个议题啦吼，咱讲吼伫咧今年1月初开始开放了。啊，这个民进党吼嘛有做真侪种这个作为吼，去讲啊，甲人民解说。啊，但是国民党有真侪伫咧艺术家吼，迄当阵有等这个低薪嘛，等北来这个做法吼，迄当阵嘛是为着要互行政院长来道歉吼。啊，到即阵咱讲到11月29，同款嘛是反内地吼，即款广告的这个议题嘛是爱行政院长道歉。啊，但是咱头拄嘛讲到，立法院实际的这个审查，你有真侪种作为吼。针对这点，如何含这个观众朋友来解说？是啦，就是讲抗争吼，也是这个杯葛的迄个方法有真侪种啦，手段有真侪种啦，吼。啊，坦白讲，国民党吼，这个输民进党真侪啦。我伫立法院吼做不了15档哦，这民进党伫做这个代志吼，比国民党吼较厉害啦，嘿。啊，这种是合适的所在啦，吼。啊，当然我同意啦，就是讲这一定有风险，就是讲你若做了无好，做了超价吼，做了有人反感。
你比如讲你民意吼，比如讲你的选举，你可能就会失败嘛，你可能选袂掉等等。啊，但是我感觉国民党爱做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甲人民徛做伙嘛吼。我拄仔就讲啊，我认为。公投虽然无过，但是几个议题我认为是正确的。啊，但是在迄个制度下较歹过，啊，这嘛实在话。啊，主持人问讲啊，到底用什么方法吼，还是什么安怎做较好？我坦白讲，这无一定的标准啦。嘿，坦白讲，啊，你总是爱这个什么爱观察，吼，爱去了解民意需要什么，啊，尽量甲民意徛做伙。哦，啊，如果这些民意另外讲啊，行政院袂使安尼乌白母啊，袂使安尼乌白做啊，啊对，啊，所以讲阮就爱坚持。哦，啊，所以讲我。即马吼已经协商过啊，吼，就讲即个预算会继续伫委员会审查啦，吼。但这种是我坦白讲嘛是好代志啦，吼。啊，所以讲我嘛希望讲未来伫审查的时阵，吼，行政院也是各即个部会，吼，即个部长啦、主管啦，吼，会使面对阮质疑的，就讲你公投这无中立的代志，是毋是你袂使一个表态，吼？你是要道歉呢，还是要反省，还是要改进？什么？你总是爱讲。如果我认为，如果说你什么拢无做，你无定答，你伫委员会嘛是继续向迄个向主动啊。OK，今日感谢4位来宾啊，非常感谢，多谢。